天9日疫情伫台南将近8000例，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日前成立前情应变工作队，由副署长罗义军进驻台南，直接协调地方甲中央的防疫工作。卫福部处长王必胜19日也来到台南，拄前往工作队视察整备情形，也来到市府拜会市长王伟哲，并针对防疫现况交换意见。大家还是用分工的方式，那卫生局这边有它的这个化学防治，那工作队这边也是去评核这些相关工作的成效啊，有没有什么抗药性这些问题啊，那浓度这样才能基准。对，就是说这样。对，或者是说怕做不落实，就是有点浪费人力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合作，应该是会。中央也在这边成立了我们的这个前进的工作队啊，由罗副来进驻。那我也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工作的状况哦，那还有他准备有哪一些工作的这个计划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当然我也是来这个市府这边哦，那跟这个市长还有他的团队致意哦，因为我觉得这个防疫的工作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另外一点也要跟这个市民台南的市民讲说，大家市民也都是很辛苦，因为很多防疫当中的一些作为那会造成他们不便，但是还是希望市民能够跟这个我们的政府合作，然后把这个我们的防疫继续做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有关这个台南市府那他有请增经费跟中央请增经费1.29亿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在上个礼拜6。陈院长来这边视导之后，回去有交办。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计划已经签出那送行政院，那我们也会追这个进度了希望这个资源能够很快、很有效的到位。王必胜表示，防疫工作要比详细、比耐力、比韧性、比想象更困难。自6月以来，经过热天、大雨等天气环境，台南市非常努力防疫。才达到现阶段的成果。王伟哲也感谢中央伫各项资源的支援，包含国军人力的投入、快筛检验器材，加上疾管署团队进驻协助，透过大家共同努力，互接续落来疫情趋缓，渡过难关。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